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6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炳珍。先赶紧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赶紧来关心罗西亚侵入乌克兰到达进入第3天。罗西亚今晚呢已经拍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中心，市区甲人家厝拢起予飞弹攻击。美国今晚是宣布会提供经费助战乌克兰买武器，不过战事继续在咧恶化。联合国估计已经有50万的乌克兰人选对西边的国家去。经过一暝的决战，乌克兰首都基辅离到透早是相对较平静。也不路透社指出，基辅南边离到早起，予2粒飞弹拍到。市区的独立广场空袭警报也搁再响起。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离到早起是发布伊伫基辅轨道上的影片。Всім доброго ранку, українці. Зараз в мереж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з'явилось фейков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що, немов я закликаю складати зброю, нашу армію і йде евакуація. 乌克兰国防部2日证实，部分俄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基辅市中心，直到政府大楼，并且伫侪所在街路爆发激烈交火。基辅的主体大楼也受到影响，已经有民众受伤。乌克兰士兵2日早起伫基辅的四周边检查互拍到的俄国军车画面也流出来。2日午夜时阵，俄军分别对基辅的南北2边来进攻。爆炸声音伫暗时的基辅是听甲真清楚。俄国也证实，透明对基辅发动飞弹的袭击，并且讲已经控制南部军内重要的城市。В течение ноч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несли удар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крылатых ракет воздуш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Украины. 2日深夜，泽连斯基伫影片内底证明家己甲幕僚拢也伫基辅。随后也指出，这阵正是决定乌克兰命运关键的时刻。Всі ми маємо розуміти, що нас чекає. Цієї ночі маємо вистояти. Доля України вирішується саме зараз. 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表示会协助泽连斯基离开乌克兰，也搁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伊强调，这阵需要是弹药武器，而不是导弹。另外，拜登政府2日也宣布，搁再拨3亿5千万块美金来协助乌克兰买武器。另外，法国也宣布提供乌克兰军火。北约也启动反应部队，积极在东欧国家来部署，也搁未派兵进入乌克兰。随着战事进入第3天，联合国估计大约已经50万名的乌克兰民众要来到波兰甲罗马尼亚这西边的邻国，通往边境的道路也出现几公里的车流。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罗西亚今晚要无拍算停手，乌克兰总统是批评国际对罗西亚的制裁根本无够，伊根本无咧信道。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今晚是已经宣布，甲罗西亚总统本人、外交部长、参军方高层伫咧海外资产拢冻结。也那联合国是要求停战的这项决议，因为罗西亚反对去防反决。欧美这个国家进前宣布，头一波对着俄国入侵乌克兰所提出的制裁做法了后，欧盟2日首先定出第2波制裁做法，直接锁定俄国总统普廷本人，要冻结普廷伫海外资产，当时包含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支持出兵乌克兰的俄国国会议员甲侪名军方的高层，拢列入制裁名单。Let me flag that the only leaders in the world who are sanction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ssad from Syria, Lukashenko from Belarus, and now Putin. 欧盟也强调，配合俄国入侵的白俄罗斯官员会遭受制裁。伫欧盟了后，包含英国、加拿大、甲美国以及澳洲拢宣布军进。北京发言人2日强调，拜登即阵未甲普廷来进行交涉。另外，美国会安怎来进一步协助乌克兰？美方的答案也无清楚。We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economic assistance, continue to provide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rally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actions of President Putin. 另外，伫联合国安理会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强调，即阵是伊任期内底上界心痛的时刻，呼吁俄国马上来停止战争。This is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esident Putin,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bring your troops back to Russia. 2日由美国提出要求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马上停止军事行动决议，在国投下赞成票。也过中国、印度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弃权，
以及具有后决权的俄国投下反对票了后，遭到否决。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最终要求与会代表替伫入侵中死亡的乌克兰军民来默哀。不过，这项决议会在联合国大会上由193个会员国共同来表决，有了将会通过。国际新闻郑婉琴编译。世界各国即马是出现反战的声音，包括英国、希腊甲美国，拢通看到有9000名的民众上街抗议，骂普丁是恐怖分子，希望各国会当赶紧制裁。因也呼吁北约组织着爱即时替乌克兰卖武器。因为英国首相 Johnson 是伫咧 Twitter 抛影片，用罗西亚话向罗西亚的民众发声，讲普丁即款的作为，是互罗西亚正做高脚，受国际谴责。9000名示威的民众抓到普丁是杀手，俄羅斯紧走这票语在英国伦敦的街路上表達反戰的訴求。It's a war not just for Ukraine, but also and that affects the Baltic states, Poland, and really all of Europe and all of the world. 另外，希腊也有1000名共产党员行上街路抗议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遊行隊伍一路對俄羅斯自雅典大使館行到美國大使館。美國各地是發生反戰抗議活動，包含紐約、華盛頓、休斯頓等城市。洛杉磯聯邦政府大樓外口是集合300多人，提着烏克蘭國旗。其中不少烏克蘭的民眾希望美國政府北約組織應趕緊對俄羅斯來制裁。We need military assistance, not offensive, defensive. And we need it right now. And NATO is our strategic partner.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NATO is so slow. 英国首相强生是伫推特发布影片，以俄语直接对俄罗斯民众表达普丁侵略行为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强调战争对这两国拢是悲剧。Я не верю, что эта война от вашего имени. But Putin's actions are leading to complete isolation for Russia, shunned by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t by immense economic sanctions, and facing a needless and bloody war.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到即阵是孤军奋战，看无朋友来小听，呼吁西方国家应该马上对俄罗斯采取强大经济甲金融的制裁，包含禁用SWIFT对石油甲天然气贸易实施禁运等。记者自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国内，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有6例本土个案，其中4例找无感染源，分别是桃园一口罩3个人家庭小卫，阁有一位是台中港住过3期有风险的验准人员。卫生单位即阵是又搁继续伫咧约，国内即马找无感染源的传播链增加到8条。位于新北市邦桥这间火锅店，因为有确诊者卡食，大门锁起来，暂停营业。疫情指挥中心日公布增加6例新冠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伫新北、宜兰、台中各1例，桃园有3例。新北市增加个案是火锅店员工，204556例，因为接触2039-7例，防地处隔离采检阳性确诊。是火锅店的员工，那因为昨天公布的案20397。在2月17号曾在该店用餐而进行采检验出 CD 值是24。宜兰增加1例，2086例是拜五公布家庭群组中2039-5的同事，经过科内采检了后，也防检出阳性。发现呢，这个确诊者足迹重叠，而且身体不舒服，自行先用快筛试剂筛检，结果是阳性的。台中增加1例40多岁新加坡籍男性验准筛，2045例已经注3期新冠疫苗，最近北到中南部港区停准工作，因为工作需要采检确诊，本身无症状感染源也有待厘清。他为了再到下一个外县市去工作所以本月24号他到台中市的医院采检，那检验的结果是 PCR 阳性。另外，桃园增加3例是一间家庭群组，2048例是30多岁男性，因为工作采检阳性确诊。后来加后2048例加读幼儿园的后生2045例也先后发病，一家3个人拢得病，感染源不明。案值20485，未满10岁，就读幼儿园大班，CD 值35，在2月19号曾出现咳嗽、流鼻水症状。指挥中心表示，各增加2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累计已经有8条本土疫情传播链，有待厘清，将继续做疫调防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今仔日是228连假的头一天，各地拢好天。透早呢，各都就开始伫咧塌啦，主要拢是马路南的，有一寡路段是塌甲真害，平均车速无到20公里。高公局预估，今仔日的交通量会来到115万车公里，比平常时加1.4倍。228和平纪念日连假第一天，国道高速公路透早就出现路南车潮，早起塞车路段是国一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国山中湖到高关路段等。下到第二路段是国五南向平南到头城路段出现真塌，平均车速到20公里。高公局表示，228规天的交通量是115万车公里，是平常的1.4倍。在下午3点为止，我们国五南向通过雪隧是28000辆次左右。那我们比去年的同期呢，是增加了8.3%。高公局表示，这摆假期只有3天，预计国道车流以短途旅游为主。交通部长王国才早起视察高公局，在路上也去踏着，呼吁民众加利用替代道路。整个都很塞哈。那我这边跟所有的民众呼吁哈，西滨台61哈，还是一个南北可以替代的道路，请大家多多应用。因为冷气团减弱，228连假全台拢是好天气，各地气温也会大大回升。明天的白天呢，高温部分北台湾相比大概还是差不多20度、21度左右。中南台湾这边其实就是已经回温的状态，中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假期表现呢，可能温度都已经回到23、24度以上。气象局提醒，因为回温的关系，需要特别注意高温甲低温影响。拜六、礼拜二2天透早甲暗暝，西部部地区甲金门马祖拢可能有局部雾，也是低温影响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好天啊，加上本土疫情有较热，全台湾对北到南，不管是游乐园区或者是观光景点，人拢吵。这也互观光业者透一口气，讲总算有得赚啊。冷几天总算有较烧热的高阳，加上疫情有较热，228连假头一天游客拢有挂到水暗，来到出大日头的博尔地区，因为这个连假是台湾灯会最后的3天。是因为刚好今天有灯会嘛，那昨天我们就来了，然后有去看一些无人机表演，觉得还不错。前几天寒流和北部是落雨，搁真寒，真侪民众趁连假来到南部耍水。屏东小琉球、垦丁这所在，2日透早就出现真侪游客，饭店订房率达到9成以上。而游客来到垦丁就发现气温真正差真多。差太多，都临时去买短袖。1个礼拜之前，因为天气好转，所以订房率有稍微在提升。那真侪民众来到海边佚佗，真侪游客规家出来排队买票，要等入园。翕几若天，将会使出来偷窥一下。新竹的福村、台中内部这游乐园，各项游乐设施拢排真长的队伍，看囡仔算甲真欢喜，爸母也轻松起来咯。好天气，赶快带小朋友出来。天气好天，来到高我也诚侪连假出来佚佗的热门的选项，台中武陵农场的樱花正大推，粉色樱花开甲真水，吸引真侪游客跳工来赏花。茶庄露营区，还有一些晚樱，像雾社樱等等，这些都陆续在开放。因为武陵农场属管制区，加上正是连假期间，农场也提醒想要来赏花游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免塞车塞到规北都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新竹县尖石乡屏电山讲发生登山客滑落去山坎的意外，这团是6个人相招要去爬武陵四秀，想袂到经过屏电山3角点附近，有一位姓陈的登山客，因为路的结冰，无势力转出落去山坎，领队是赶紧伸手去甲救，想袂到转去互伊拖落去。消防局接到通报是赶紧去救人，透过空气机会当发现，在山岭线以下100公尺的所在，有找到一个查甫人。比对伊的衫了后，确认到是姓陈的登山客。不过初步看起来，伊已经无喘气。搜救人员当伫咧想办法，看要安怎甲伊救起去。因那这位姓吴的领队，即马人要找无下落不明，搜救人员要搁继续伫咧找人。来讲，最近诈骗的手法是愈来愈侪款。最近有民众接到电话，讲这号码有12户号伫咧头前，对方叫伊电话唔好挂掉，去汇钱。路尾才发现讲是去当着诈骗集团。提醒民众接到无熟悉电话，要是爱设置爱加查验，小心无失本。
穿乌衫的查甫人看起来真紧张，电话摕条条，甲另外一边的客服人员一直伫咧讲，也一直伫咧操作着提款机，陆续汇出几啊万块。电话有加886的，全部都诈骗。警察来到现场，发现内电显示出现假号，判定是诈骗电话，一直扣劝这查甫人挂掉，要阻止继续汇款互骗去。严谨一看，来电显示的号码前多一个加符号，严谨到场劝阻男子继续汇款。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查房间也是申办电商会员，偷摕个人资料了后，用社会记录这资讯，让消费者相信，再用各种名义电话来诈骗。这时来电的电话号码显示用真侪依据，号码头前若是有假号，民众就爱多加注意咯。我听到不对我就挂掉了，所以说我基本上不会跟他有言语上面的讲话。不认识的电话我就不接了。有毋捌看到电话卡内，真正爱看详细。这笔内电的号码头前有加886、加02，也是加03这号码，拢可能是陷阱。尽管的可能性是诈骗的电话。来电显示它都会显示就是完整的09多少开头这样。如果是手机的话，那如果是市话的话，就是02啊，就是一般的显示的状态。不过，警方也坦白讲，袂使干那以假号完全认定是诈骗的电话。不过，当对方讲出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中户扣钱这话，建议随挂电话，而且爱多多来查验，才袂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第几份扛榜来讲，伫咧台湾历史上发行上介久，也是头一份用8月2印的报纸。1885年出版的《台湾府城汇报》，出版人是清朝就伫咧台湾的英国宣教士巴克利。巴克利牧师为着传教，费心神伫咧吹杀8月2运动。即阵有少年创作者用网架甲全台文呈现牧师为土地、为母语付出的故事。为着传教，宣教士巴克利伫1878年的台湾开始推动台语8月2，嘛，互当时的基层民众开始捌字。这本全台文的网架，话写的就是清国统治时期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巴克利的故事。伊大概应该是第5个来台湾的英国的宣教士。迄个时阵，因为台湾就是捌字的人足少，大概有90%的人拢是毋捌字的，所以迄个时阵就发现讲，迄个时阵是一寡。东南亚的宣教士有咧用一套用罗马字写的8月2，伊感觉这套物件嘛是台湾真需要的。为着推测8月2，巴克利嘛开始引进现代印刷技术，出版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是以8月2编写。网架作者林欣讲，伊进前有伫面册卖종业，以趣味的方式推出宣教士马街的故事。因为社会、教会等等反应拢真好，就开始规划巴克利的故事。我要画的时阵，一开始就想讲一定爱有一个外国人，因为台湾是个海岛，所以有真侪外国人伫遮落地生根，比台湾人更较台湾人。所以我就决定选一个宣教士来做。拄好巴克利伊拢伫推广白话字，就是台语啦，很适合这个主题。巴克利的故事有侪教会相关元素，细汉准讲，因为无教会背景，伫翻译的时是定拄着困难。落尾参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单方会合作，以台文圣经为基础，做伙找资料，完成这本网架的翻译。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甲观众朋友到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伫东部16度到24度。来看金门平湖马祖10度到19度。连夜7点半，邀请观众朋友到阵收看《青春咱的网》节目。咱来去看台北网架有一阵少年辈，甲做环保 AI 品牌合作，捡塑胶干仔转来回收，搁再利用，落实爱地球的理念。连夜咱到阵来去看因的故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AM 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